什么？鳌拜疯了？回太皇太后的话，昨天夜里鳌拜突然发了失心疯，杀了几个护卫和他的侍卫，还差一点杀了自己的姬妾。哼，这个鳌拜疯的还真是时候。走，带着你瞧瞧去。所有人告退。奴才告退。这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疯就疯了？你们是怎么伺候你们家老爷的？回皇上，老爷自从天环遇刺受了伤，就有些精神恍惚。昨儿召了太医院的太太医来调，就是没有大碍，就像几日便能好。可谁成想，昨日睡到半夜，老爷突然嚷着说心里燥热，在屋里大喊大叫，之后就神经疯了。皇上，年龄，你快看看，鳌拜患的是什么病？是。中堂大人，把手给我。皇上，中堂大人不是病，而是中了迷魂散之毒。迷魂散，搜图，奴才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这鳌拜的日常起居和饮食都是由他们鳌拜府的人自行照料的，奴才严格按照皇上的吩咐，从来都不插手。所以这鳌拜什么时候中了迷魂散，这奴才完全不知道。李太医，这鳌拜的迷魂散之毒有解吗？恕臣无能，解不了此毒。哎，皇上，小心啊，万一有诈。无妨。中堂大人不仅心神俱失，还元气大伤，已无伤人之力。鳌拜，你可还认得朕？